劳工团体指出，讲目前全台湾呢是有200万的劳工，这当中呢有要2成是拄出社会少年人，而且因要搁咧领上价工资28000外块尔。所以因是来建议政府，若准要来解决欠工的问题，安尼唔是大量来开放移工，应该是爱提高上价工资，来保障民众的就业环境。9月底，劳动部就要召开上价工资审议会，有劳团办事开记者会，认为台湾应该爱提悬上价工资。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目前台湾有200万的劳工，投保薪水干那3万300块，尤其是有要2成拄出社会少年人，搁咧领上价工资28590块，这也造成真侪少年人的工课做袂落去，失业的问题一直无解决。113年平均15到19岁青年的失业率是8.58%，21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则是11.62%，跟前一年的比较8.39跟11.76相比，其实没有明显的下降。劳团指出，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逐冬咧增加，对2024年的4.84%提升到8.01%。照理来讲，薪水也爱提悬。亲像韩国现在上价工资已经来到新台票的45900块。企业团体这几年持续不断的在喊缺工的这个议题，那解决缺工，他们想要依靠的政策是什么？就是开放移工。基本工资不是像劳工团体每次要开会以前1个月就大喊价，我们不能跟川普一样哈，大喊什么对等关税喊一大堆，50%、30%。针对劳团的诉求，工总是回应讲，虽然提悬工资是必要的，不过照目前的关税政策来看，台湾的景气并无乐观。若是调薪调收制，对企业来讲也是一种伤害。但是劳团是建议，就爱提悬薪水，才会当真正解决台湾欠工的问题。记者陈阿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